安撫練習。而家可以稍稍調整姿勢，返到去一個舒服而穩妥嘅坐姿。可以有意感受一下而家坐喺度嘅感覺，可能係身體被承托支持嘅地方，又或者係整個脊骨自然垂直、鬆容而穩定嘅坐姿。亦都可以隨住呼氣，提醒一下自己放鬆、開放、覺察當下。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有意將注意力帶到去身體，稍稍掃描一下身體。喺掃描嘅過程中，亦都可以有意放鬆身體每一個嘅部分，放下不必要嘅緊張。可以由腳板開始，整個嘅腳掌、小腿、膝頭、大髀、臀部、腹部、下腰背、心口、背脊、雙手、肩膊、頸、頭部、面容嘅表情。然後可以讓注意力放到去呼吸上邊，可能係腹部、心口，或者係鼻孔，視乎邊一個部分最容易讓自己留意到呼吸，讓心安頓喺呢個部分。留意住呼吸自然嘅變化，唔需要強行改變任何嘅嘢，讓呼吸自然發生，如實觀察呼吸，身體自然嘅變化。
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喺每一下嘅吸氣嘅時候數一，吸氣一，呼氣，吸氣二，呼氣，如此類推。當數完10之後，可以由一開始數起。喺數息嘅過程中，試下繼續容讓呼吸維持自然嘅節奏，唔需要刻意去控制呼吸。喜歡嘅亦都可以試下探索下幾時數吸氣嘅嗰一下一，可能係數一，吸氣，呼氣，二，吸氣，呼氣，又或者喺吸氣之後先至數一，呼氣，吸氣，二，跟住先至呼氣。可以好奇留心下點樣數息，心點樣反應。而嚟緊會有2至3分鐘嘅靜默，可以容讓自己去探索、覺察。
而如果發現個心游走咗，唔再喺數息上邊，都純粹知道，唔需要責怪自己。試下好奇睇個心游走咗去邊度，清楚覺知之後，可以溫柔將注意力再一次帶返到去呼吸、數息當中。而如果唔記得咗自己數到去邊度，可以由一開始數起。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放開數息，可以容讓注意力擴展，感受整個嘅身體，甚或乎想像吸氣，讓注意力送到去整個嘅身體，呼氣，放開，心安頓於身體，安頓於當下，以身體呼吸為流，覺知當下，臨在。可能過程中留心到有其他嘢讓自己分心，亦都可以溫柔提醒自己覺知呢一個分心，然後放開，讓心回到當下，回到呼吸，身體當中。而嚟緊會有幾分鐘嘅靜默時間，讓心安住喺呼吸身體，感受呢份臨在。
呢個練習就快結束，可以用自己覺得合適嘅方法去結束呢一個嘅修習。可能係讓手放喺個心嘅當中，感受呢份觸碰、支持，又或者合十雙手，畀一個溫柔嘅鞠躬送畀自己，又或者可以用一句簡單嘅語句、詞語送畀自己，結束呢一個修習。然後可以帶住覺察，慢慢張開眼睛，又或者容讓視線嘅焦點聚焦返到身處嘅空間，結束呢一個嘅修習。